幸福好出边，随意好料理。耶！哇，嘛比朋友菜瓜糕较早念。你即摆是咧讲我伫你边啊，我做杂念哦？唔是啦，这唔是啦，我是讲朋友菜瓜啦。菜瓜是安那？菜瓜是迪士尼哦，伊嘛无讲话啊，你搁讲伊杂念？唔是啦，朋友菜瓜伊另外一名叫做角瓜。对啊，我捌听过角瓜，朋友角瓜。嘿啦，为什么10个念就是伊这安尼一念一念嘛？伊这真正拄好10个念啦。那7个你就害。你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这样10个呢？10个念啦。我嘛是来朋友这边，我才学到这。有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来讲，连讲你也像林先生啊，什么人做行过无用，等于咧跳，哎，个点嘛40点，你来讲你是朋友菜瓜。对啦。马上够艺术啊！你讲，哇，这个像这个 OK 学人。马人佫无来，这佫无无歹听话。歹听话，来食你帮我写。好，我来写。咱已经来煮一个朋友菜瓜嘛。来个朋友就煮朋友菜瓜，朋友菜瓜煮咱朋友在地蚵啊。哦。对。安尼调味。啊，这种的吼，角瓜吼，朋友菜瓜这种的，以前咱台湾本土有另外一种吼，伊无7点，迄就无10点的。哦。啊，但是伊的形吼，嘛是一条长，叫做蛇瓜。哦。云林就有啊。云林就有啊。对。你捌听过？安尼我讲你听过啦。我听过。我嘛捌办过。对，迄叫做蛇瓜啦。哦。迄嘛真好食，但是这10点的朋友菜瓜吼，较好食。真正是咱朋友这边的特产。对，来，切过来。所以即马是切薄片还是切角？切角切开较有迄个。哦，较有口感啦。口感。对。切角。来。是啊，做煮足好诶。哦，加在你袂起香。唔会啦，有人开工，有人搭水果。朋友菜瓜。来，咱这好泡咧，安对。哦。烧水好泡咧。哇，咱蚵仔嘛拢足水的呢。足水诶，搁大粒。透早去鱼市买，咱就参姜烧啊，欠芳者。欠芳者啊，菜瓜就啊好翕者。系，因为你看咱蚵仔已经浸啊，差不多差有半熟了。系啊，差不多5、6分熟。蚵仔慢慢煮成熟啊，煮成熟会揪。无好食。无牙啊，搁甜。对。好，咱这参姜的味哈。欠芳的味已经出来啊。炒出来以后哈，就使把咱的菜瓜下落去。足侪人咧问讲，煮菜瓜爱掺水啊，莫掺水，只系你掺水的。我袂掺水呢，因为菜瓜本身会出水啊。对。那准备蚵仔嘛出水。哎，对啊。所以你若搁掺水落去，变菜瓜汤。对。以前我打开始煮料理的时阵哦，我煮菜瓜，我讲哇，安尼唔着掉鼎，无就炒尾蛋，我着甲倒一点仔水落。到尾我挂兴去讲，哇，那规个拢水。变菜瓜汤啊。系啊。啊，咱就安尼差不多吼，看你煮的火大细啦。你若煮的火大吼，你莫下伤大火，吼，会可能会活电面较会炒会大条鼎。系啊，咱因为等下掺蚵仔嘛，所以掺一丝丝的米酒。哦。对，咱就是用，等于是用即摆因为煮落去，菜瓜也袂出水嘛。咱等于是用一丝迄个米酒落去做底，啊，可以把迄个水调出来。啊，咱等下迄个蚵仔加落去拌，会当去蚵仔炒出去，会甲煮掉。啊，咱坦白讲，咱这有够钱袂错。袂啦，袂错，对啊。所以咱即摆按照好煮哦，差不多7、8分熟吼，咱蚵仔加落。会使。哦，对。好。即个你看，菜哈，差不多啊，出水啊，差不多了哈。你帮我加块蚵仔加好起来。哦，好边喺盘点。好。啊，我将来调味哈。好，来，这教我。因为迄蚵仔嘛足青，所以咱一点点啊盐就好。啊，等下等蚵仔要起吼，一撮胡椒粉，啊，一撮香油，安就好咯。嘛是搁欠芳啊呢。对，来，哇，大家拢肥啦，哦。哇，迄个刀圆滚滚。那有可能甲老高去，人都嘛爱。啊，滚一下上尾啊哈。嘿。哇，这看起来足好食。好了，来，最后搁点一撮香油，啊，一撮白胡椒哈。
哦，实在白哦少。好咯，来哦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来哦，来哟来哟，我去打去打。这个时阵吼，就咱请人客咯。哦，来来，哎呦哎呦嘿，哎呦，啊你，哎呦，你两个先啊，我来才胖啊你啦！你煮的时阵无看人，煮好人就出来。啊，你唔是甲阮叫吗？你叫阮来食啊！你都唔是讲人客啊，人客啊！啊，恁好味西啊，真我啊，正嘞，遮厉害，啥物我是凊彩讲有人客，啊，煮好就人客来，啊，恁真正来。这样胖呢，阮拄食咧远远啊片，哎呦，这胖腿有哦，我甲睇到咧沿路吹，原来恁米伫遮啦。啊，恁两个是走去倒咧，规波无看人。对啊，哎，拄则我甲 Terry 伊嘛是佫甲我叫去骹用、手用、身体用。哦，你看叫你头白个。哎呀，拍嘅哦，我拍个拢超伟大呢！哎，啊，你改造成啥了？哎啊，环保啊！哎，啊你嘛是当然来啊。来，先试食。海味啦海味啦试食看卖，试食看卖。我讲个这你唔通，你三十波了，你食菜粿条。油菜粿甲蚵。哦，这水菜粿这个蚵啊，哦，哦，那只甜啊，很像迄海产新鲜的味，哦，足重啊，有甜。这菜粿吼，迄完全无土味，干那迄个清爽的口感。啊，朋友菜粿真正甲台湾无共呢，无共。迄口味咧，贵水拢无共。继续 Q 的。对口感比较好哎，我唔知影讲，这个角粿煮起来这尔好食，头一遍知影讲炒蚵仔会使安尼呢。这几工一个现场差不多到尾声咯，所以其实有淡薄仔唔甘呢。哦，对因为这样来吼，咱去带大家去足侪所在哦，像个透早4、5点就去鱼市，对。哦啊，真正是有时阵困眠无法搞，但是袂感觉忝呢。嘿啊，想着讲为着要做这个料理，啊，你透早起来，嘛就有价值，啊，大家个来学了讲煮甲遮好食。对啊，毋若讲你虽然毋若讲啊煮好料理，甲大家分享，而且像我提瑞啦，啊，搁咱的大包啊，迄个又来节，啊，带大家去看足侪好看的风景，还有其他哦足侪足新鲜的物件。所以以后吼，阮会带着大家安尼规台湾行透透，啊，你就带着大家食透透。食透透啊，看咱来去到无共款的所在，食无共款的料理。对啊，嘿啊。安尼就上舒适啊，食好饱饱，享受人生，啊，甲好朋友招招咧，安尼就同赞啊。厝边头尾大家同齐做伙。食透透，耍透透啊！我都带大家来去运动透透啊，对不？是免安尼啦。你先去跳，阮煮的无用吼。对啊，好食。蚵仔袂食着。较济所在。要跟无用做，你无用做，我来想看卖后一个。我你去无用呀？你无用，我等下就去想。蚵仔足够甜啦。一个爱老主讲翕啦，啊无翕咧，是互你无用。你迄平菜粿，再来啊。念几多？念几多？